咁接下嚟馬上登場嘅係高明聖和聯龍獅團為我哋帶嚟長龍係珠，有請欣賞。高明聖和聯龍獅團隊扎根高明，傳承佛山南獅非遺文化，以傳統醒獅、高裝競技、龍獅表演、醒獅培訓為核心。團隊由資深教練同埋青年隊員組成，功底紮實，風格剛勁靈動，擅長高難度梅花樁、彩青、群獅、鼓樂表演。始終秉持住以獅會友、傳承非遺、弘揚武德、隨獅崇福、立足高明、服務廣佛，致力將傳統南獅文化發揚光大。
非常感謝高明星和聯龍獅團大人精彩嘅表演。